土豆介有路用，土豆毋但会使摕来食，土豆油也会使点油灯。咱做伙来看土豆的故事。土豆本地生伫中南美洲，伫大航海的时代传来到台湾。1696年的台湾府志就有写着，台湾主要的产物有糖、米、麻甲土豆。也有人会甲土豆摕来煎油。后来的台海史查就遥写着，台湾的人若毋是咧捕槟榔，就是咧食土豆。而且内底佫特别写着台湾人甲落花生互做土豆。土豆敢是食物伫土地的头，土豆毋是头，毋是茎，是生伫土地的果子。土豆丛会开花，花谢了，伊的果尖会软入去土内，伫土地变大粒。土豆为野种到收成需要100天的时间，野种了40天才会开花，听候到花开、花谢，果尖软入去土里开始算，阁要45至60天才有通收。台湾会使一冬种2季的土豆，70%拢种伫森林，刷落来是彰化甲嘉义。土豆的好处就是适合种伫山地，通常山济的所在无适合种植，拄好会使种土豆。再来是土豆毋惊风透，像平湖也是台湾沿海风足透，也是会使种土豆。土豆油是安怎号做火油？土豆的用途真济，除了会使食，嘛会使煎油，通摕来点油灯。因为无电火，是点油灯。地石油提炼的番仔油也未进口进前，台湾是摕土豆油点油灯，所以土豆油嘛号做火油。后来才有的番仔油就叫做水油，甲土豆油比起来，番仔油较臭，所以嘛叫做臭油。台湾开港进前有咧出口土豆油，毋过要食阁要点油灯。土豆油的销量是愈来愈济，台湾生产的土豆无够，就为清国进口。日本人来了，就开始改良台湾的土豆品种。日本人会注重土豆油是欧洲市场的需要，因做雪文、做鱼仔罐头，甲别项食物拢会用到油。欧洲的橄榄油就愈来愈贵，后来嘛开始用土豆油。欧洲国家家己生产土豆无够，阁着为国外进口。土豆油变做一项大生意。虽讲日本时代嘛有进口黄豆油、菜籽油，毋过台湾人主食也是惯使用猪油、麻油甲土豆油。是安怎即马无食遐尼济土豆油？产量变少是一项，毋过佫较大的原因是黄壳毒素。1960年代，外国饲的火鸡甲马有发生集体中毒死亡的事件。科学家发现，甲因食的饲料有关系。番麦饲料抗固生菇内面产生一款黄壳毒素。国际癌症研究组织就讲，食着黄壳毒素会得癌。番麦、切仔、豆仔类拢会生黄壳毒素。伫台湾上接看的是生伫土豆内面，加工过的土豆，像炒的、生的，也是土豆酱、土豆油、过期生菇拢看袂出来。医生安尼讲，政府叫大家着注意，所以有一阵仔土豆的销路变歹。即马食品制作过程有管理，保存期限写较清楚，若莫食过期的土豆产品就无问题啊。台湾土豆品种是有号码的，上接看的是9号啊甲11号。9号土豆较细粒，较薄，
落去炒较香。后来培养出来的台南11号真大粒，会使用机械版，较袂有臭油的味，会使放较久。咱食的土豆酱有7成是进口的，一种是为美国进口，另外一种是为中国来的。台湾毋是有种土豆，其实台湾的土豆产量少，嘛较贵。本地做土豆酱的工厂，就刷去中国甲越南，用当地的土豆做好的土豆酱，才个运转来台湾卖。台湾种的土豆，若毋是摕来煮食，就是做罐头甲土豆糖，干那2拍摕去煎油，2拍做土豆酱。土豆腐真好食，毋过伊毋是蓝土豆的豆腐，甲黄豆做的豆腐无地代。屏东内埔的人上大成做出土豆腐，因甲卖无了的土豆甲米做伙落去磨予油做粿仔条，后来改用土豆的模仔做，就变做土豆腐。还有一味真特殊的台湾味，就是盐水加土豆腐，咸的甜的点心拢会使淋。传统的猪血粿、挂包、润饼糕、贡糖、麦芽饼拢有淋土豆腐。土豆有啥物俗语？男子汉土豆腐，是用来讲一个查甫人就像硬脆的土豆腐遐尼软正。在生食一粒土豆，较赢死了拜一个猪头，意思是爸母伫咧的时照顾因，就算食了歹，嘛比过身了拜甲真澎湃较好。